今日2025年5月28日星期三，厚德載物，財經頻道輕鬆捉緊財經脈絡。昨日5月27日 A 股成交量又跌穿萬億大關，滬指震盪收跌，兩市成交額唔夠1萬億。行內人士話，市場而家係存量博弈階段，場外資金偏謹慎，短期內嘅股可能會有啲波動。不過，等不確定因素散去，下半年有望重拾升勢，市場或會揾到新嘅上升主線。佢哋仲話，成交量少過萬億，顯示拋壓減弱，短期內市場反彈有條件，最快可能喺未來2日有反彈機會。國家統計局昨日公布，4月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升3%，比3月加快0.4%。1至4月利潤總額21,170.2億元，同比升1.4%，比1至3月加快0.6%。復甦勢頭穩穩咁延續。人民幣匯率5月嚟表現搶眼，26日在岸同離岸人民幣對美元一度升破7.17，創半年新高。後市睇，人民幣短期會喺新中樞附近雙向波動。美國關稅政策同國內對沖措施係關鍵。隨住中國經濟高質量發展，人民幣喺全球貨幣體系地位有望更上一層樓。瑞銀話，維持今年恒指24,500點目標預測，短期對港股審慎樂觀，覺得港股估值處於歷史平均水平。今年比較睇好科技股、高股息同防守性強嘅基建同銀行股。近期香港銀行同業拆息 HIBOR 回落，反映有資金流入香港。HIBOR 每跌100點子，相當於減輕約2%本地 GDP 嘅利息負擔。近年高息環境令銀行累積4萬億港元額外存款，如果利息持續回落，部分存款可能流入股市、樓市等風險資產，搵更高回報，利好高息股。標普確認香港長期同短期信貸評級展望穩定，轉移及可兌換評級維持 AAA。標普預計未來2年即使國際經濟有不確定性，香港經濟仍可保持同其他高收入經濟體一致嘅增長。昨日 A 股三大指數齊齊調整收跌，上證綜指跌0.18%，報3340.69點。滬深兩市成交額9989億。市場近期調整明顯，風格切換頻繁，大盤同小盤輪流佔優，行情輪動快，欠缺持續上升主線。現階段市場進入日曆效應指引缺失期，上下風險能見度低，短期內上有頂，下有底係主調。歷史經驗顯示，每年5月中下旬至6月係行業輪動收斂期，市場主線有望聚焦，風格特徵更明顯。短期嘅股或有波動，但下半年有望反彈，重拾升勢。A 股而家要留意3277點，如果喺呢個位上方出現頂分型止跌訊號，市場會繼續多頭思維，保持上升趨勢。昨日港股三大指數低開高走，恒指收升0.43%，報23,381.99點。整體睇，恒指短線中樞雖然下移，但23,000點關口仍有一定支撐。美股昨日三大指數齊升，道指升1.78%，報42,343點；納指升2.47%，標普500升2.05%，但納斯達克中國金龍指數跌0.28%。特朗普話美歐貿易談判有進展，決定推遲對歐盟徵收高關稅。美國5月諮商會消費者信心指數98，高過預期87同前值86，創4年來最大單月升幅。原因係關稅暫緩，公眾對經濟同就業前景睇法改善。不過4月商業設備訂單跌6.3%，係2024年6月以來最大跌幅，反映關稅同稅務政策不確定性下，投資意欲減弱。美國3月房價指數亦低於預期。摩根大通話，雖然上周美股回檔，但標普500指數下一步會升，可能升300點。歐元區5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終值負15.2，符合預期。經濟景氣指數94.8，高過預期94.1同前值93.6，顯示經濟氣氛有改善。今朝經濟速覽，上海證券指數收3340點，作跌6點。香港恒生指數收23,381點，作升99點。
美國道瓊斯收42,343點，昨升740點，美元兌人民幣在岸價7.1955對1美元。紐約黃金報3328.95美元一盎司，紐約原油報60.94美元一桶。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4.4444。今日生活耳數：5月28號，乙巳年5月初2，忌日沖突，小紅鯊，諸事不宜，大事要小心。生肖運勢：鼠，狀態掂到爆；牛、蛇、羊、猴、雞，狀態 OK。虎、兔、龍、馬、狗、豬，要小心謹慎。當日配色：白色最旺，黑色順，紅色啱談判，綠色就麻麻。厚德載物傳統文化，祝你時來運轉，鴻運當頭。